好，接下来听力测验。比较难的就是这个篇章理解了，因为篇章理解它和单句理解、对话理解一样，都是先看到有4个选项，但是我们看不到它的题目。篇章理解的内容也比较长。在過來，佢圍繞2則到3則解題目，題目還係冇溫詞，但強先行圍繞溫詞。所以呢，我們可以先來看這幾個題目裡面的選項，理解各個選項的語義後，再來注意聽題目，才能在文章的線索裡面選出正確的答案。比如第一題的選項，一鉛柄太少，錢放太少。二套上空空，抽屜空空。三套上冇鎖，抽屜沒有鎖。四鎖到太黑，鎖得太緊。第二題的選項，一驚發生意外，怕發生意外。二唔留人交叉，不和人往來。三跟等於西行，跟着人流行。四求一則心安，求一個心安。第三題的選項，一打幫隔壁鄰舍，幸虧有隔壁鄰居。二生活苦冇好偷，生活苦沒有好偷。三種下全冇賊兒，鄉下完全沒有小偷。四屋下有人裝燈，家裡有人看着。看了到先行以後，了解佢每一則先行嘅意思，你就要注意來談佢嘅題目，用版來念出來。再過來答題嘅題目，留佢嘅先行，你要用版選出正確嘅答案。好，你來看這題，佢係用版出界。